上新上好听的上拍台湾歌2点空来咯。老师，你看卖啊，阮这个雅文唱这首歌，我当咧边听，安尼你有感觉袂歹无？因为我是原声带，嘿啊，爱是再生带，再生因算足敢的呢，甲这首歌这么经典的歌曲改到呢，你拄则在边仔有生气无？你有生气？我讲实在，我是听甲是强要抓讲。真正唱嘛你，恁在唱嘛你。所以迄个时阵，你几岁你就开始表演上来表演？我应该是7、8岁就去我们爸爸叫去金立歌厅，在高雄。啊，客串了反应袂歹了，阮爸爸就甲我设计讲做歌，啊，佮叫我甲伊录唱片。其实会当用一个迄个 remix 版本的吼，比如讲咱用过去的声音，啊，甲黄老师的声音，啊，甲你即阵的声音，咱来试看卖看安尼有法度合到阵无？我看亚文哦，高唱搁高跳。是啊，你拄则伫咧下骹咧看片咧讲哦。啊，那拄则咧唱的时候，你甲我讲，迄个穿青色的，迄个漂亮上。你莫喺咧讲啦，无啦，你是讲穿红色的迄个啦，是青色的迄个。啊，红色的迄个唱了上好啦，对啦，青色的迄个跳了足好。咱这每一个吼，拢有摕过迄个金曲奖。是。这个老师摕差不多10支以上。哦。歌若是能够配合到好的剧，对歌手来讲，那这是一个很有利的一个缘分。你甲别人的唱做家己。无啦。每一届听谢明耀老师的唱歌，我拢感觉就是袂好诶。我是听黑哥伫舞台剧内底唱歌，唱第一个音，我目屎会流落来。黄飞迄唱法吼有甜的，啊嘛有迄落杀气，比像迄堆有无？伊的声音嘛有杀气。我刚才我有唱这首歌，到即摆啊，其实我每一届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拢会足紧张的，我拢惊家己唱无好。
还是讲吼做一个乐团啊，你爱有啥物条件？爱对家己的物件就有自信。其实我中意盛浩讲的啦，爱做自信，爱做爱家己的物件，爱找到一个对的人啊。要是找女朋友，感觉。大部那有玫瑰花对啊，伊是为迄个沙内底差不多6公尺，啊，迄个沙呢，甲较早迄个泉水，沙甲水是无法度合做伙，但是因为经过100年，因为经过1000年了，因竟然做伙。少年家尖叫声，听着这样做伙，咱少年家，听着这样做伙。唱片公司被甲你签约，你是毋是爱摕你的身份证去签合约？阿吉啊吼，甲北当的，因两个的身份证伫灯泡。唱迄阵咧做灯店嘛，咧做灯店，啊拄有迄摆动甲激动。无啦，拢是你是家伫我家。爱我你的心，青春无代志，看袂着天光，咱拢是黑暗面。介意你的香味，莫问我为什么爱我你的心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为您介绍上拍档我2.0主持人。大家好，我是萧煌奇，我是音乐担当，上好听的拢伫遮。大家好，我是曹雅文，我是颜值担当，上水上好看，拢伫遮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孝子，我担当的就较济哦，有当时我歌手嘛有担当，啊有当时颜值嘛有担当哦，有当时弄过嘛有担当，有当时顶面，无我是讲吼，咱大家负责无共款的。多谢雅文啊，讲一个好康的报恁大家。哎，今仔日暗时啊，阮3公团要来咱这个贵宝地来演出。中原军甲一家人来到了大分岭，准备要来甲宋家人一决雌雄咯。天地一片的黑暗，伸手不见五指。突然间，天顶传来一阵的声音：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原来是万恶的罪客的宋家人，中原的军甲拿命来哟！你想要创啥？我多一点比不起阿基，我甚至比较爱你100倍、1000倍，我会讲爱你1000年、10000年啊！你敢是要食药啊？再会吧。啥你拢唔惊。上课，上课，开下开下。讲面拢是咧食，伊爱请到他家，你都会他家。我太无看到。讲的话你才会知影，唔通听，唔愿行，讲你离开这。我会记得敢若是单惊吼，卖迄物卡拉 OK 伴唱机啦，我就敲电话入去讲，我想要买一台迄个伴唱机，计刚才中昼的时阵，叮咚，听问吼，恁兜的先生吼有叫一台迄个卡拉 OK 伴唱机，阮阿嬷开门讲，有，阮也有叫这，我就紧走出来讲，阿嬷有啦，我有叫啦，你20块紧摕出来互人啦。那这就是阿嬷的话，我会有啦。伊细汉的时阵，阮阿嬷对我上好。
我细汉拢会欺负阮阿妈。不讨孙，不讨。哎，这个不好。阮阿妈拢会做迄手工啊，家庭代工，做差不多一做规工，差不多10点钟才有80块。我拢会甲伊讨。阿妈，你互我5块好无？迄时阵5块拢遮大，哇，遮大啊！安那摕着迄个5块，敢若我是全世界上界有钱。安尼。咱今摆大家拢唔免惊，黑暗了出日头就拢会看。哦呀那，咿呀那呀哦，咿呀咿呀呀哦。阮这个同学呢，就是毋知有哪，就是有一天一直卡，我就接起来啊，我就讲是要创啥？因为我两个足好，所以我就态度开始较不耐烦安尼。他讲无我想要听你的声音尔。尾仔就是这个电话嘛是不了了之。过工阮去学校上课的时阵，老师就甲阮讲，阮这个同学伊为因兜楼顶的顶楼跳楼自杀。思念的歌唱袂煞，盼你着认真来听，毋惊孤单，无论山歌真情冷暖。因为我爱台语，爱唱咱的台湾歌，我希望讲吼，不管是台湾唱遍全世界，拿着麦克，天下就是我的，天下就是我。我自由自在。讲你做咱无关系，我要点搁有真济有缘相会，我一定奉陪。咱即马这个机会，讲出心内话。不管伊青春搁剩偌多，只要有大家继续鼓励，行着迈去，天下是我的。行着迈去，天下是咱的。行在舞台，不愿讲再会。上拍台湾歌2.0，